已经有紹介過林俊佑老師哦。咱頭拄有講過，講台語的電腦化的這個過程當中俊佑老師是有足重要的角色，包括輸入法，包括書典，包括一寡真濟線頂的資源真濟，攏是俊佑老師的功勞。咱講伊的日語足好的嘛所以迄個台字大書典，咱即個 online 版本好用，就是因為俊佑老師去甲迄個日文的部分換做台語的關係咧。這是。咱到即马認證考試咧出題，那教育部書典收了足少字的嘛，對吧？那教育部的書典無收的要安怎？出題老師會去倒位找，就是台字大書典啦。因為台字大書典會收集真濟古早書啦，日本時代，所以你若要找較古早的書你就來去台字大書典找。這擺感謝迄個俊佑老師，才有這個物件好用安尼。咱若要找怪怪的漢字就是遐個漢字，你的名漢字袂曉讀，要安怎？你來去找甘威林甘字典啦，甘字典就是下門音新字典。這個下門音新字典專門查漢字要哪讀的，嘛是俊老師甲上網的台語信網來安尼所以咱講台語電腦化、工具化的過程當中俊佑老師有真大的貢獻安尼像我即馬昨聽伊講伊即馬有一個新的軟體，咱就是英語表。王玉定就是對咱台語有足重要的貢獻的一個人啦一個學者。王玉定甲這個單位是有關係。即擺迄個教會思維，咱講其實足重要的教會思維問題。賴永祥長老作者是賴永祥長老。因嘛甲台語有關係安尼，所以翻譯這本冊是真重要的冊。所以咱就上一個歌聲來歡迎俊佑長老，伊是長老教會的長老啦林俊佑老師來甲咱做演講，來。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有客家人無？客人無？咱只無去做客家人，去遐報告喏。伊個課語秀我愛，台語秀我愛，我的母語是包括客語所以我兩個都有。咱的書是法，台語書是法，客語書是法，咱同時的敢唔需要？我因為我去操作這個。台語。多謝新人老師我以前是中山學台語的時陣，攏到處咯，較無簡單。伊進佛神術啦拄啊開始入的時，第二時甲咱攏開始有講，即擺我叫我即個較歹勢，我用迄個文學館的，因為第一屆是即個發表的佇台南的文學館，我去人遐個。攏有啦即咱係文學嘅我即擺要啦放假直接就放袂使。咱先聽賴永祥長老講先。聲嘛有影 ，OK。即擺聽聲直接推着。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歡喜，有小說陳富琴的台語版的出版。這是台灣教會公課社好意，有林俊佑長老心中翻譯的。這本是第一本在台灣真暢銷，因為這本冊當時寫1940年代的台灣。小說有得到東亞文學獎。我想方面我想講伊這本冊記載，因為大家攏所知影的。對我來講起，就是這本冊是聽伊講，是將我的日語先給告訴，所以。我哋寫幾年前林俊佑長老有 interview 阮經理，我想互伊來講幾句。迄個作家
作家迄个名，迄个作家是小李。所以是印象外，你个同学。我的同学。嘿，你印象中？哎，在我学生时代，伫东京时知影讲迄个秦桧镜吼，人咧甲我讲写恁妈妈的代志哦，安尼啦。啊，我讲遐带一条新闻，写秦桧镜，啊，我讲本就甲讲是秦桧镜，对伊讲是啊。迄个啥物人咧甲我问，我即摆莫讲。我就想讲，妈，要袂读的前头，人咧讲，咧讲啥讲哦，即个陈慧仁就是写我妈妈做模特啦吼。啊，我有读啊，根本就是迄是小说。啊，我家庭拢无共款啦。哦。内容拢无共款，敢若做一个模特安尼。陈慧仁中文版看啦，啥个有看过啦。我唔知啊吼。这是叶兆图大师，伊讲台湾文学的册单内底袂使欠这本册吼。这是重要啊，这就是讲台湾文学馆会遐尼重视来办这个记者会哦。拄只一人嘞。OK， 这个。陈慧仁伊原来的册哦，就是安尼，1940年出版的，了59年1940。咱我先绍介这个作家吼，这个作家日本时代恁听有无？吼，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1945年以前啦吼。就讲我是1945年6月出世的，我做2个月的日本人啦吼。我有做2个月日本人。但是我的日语是拢用学来的吼。迄当时即个作家伫台湾，因爸爸伫做医生，大学做医生，看海电视吼。所以你册内底看着讲 S 医生，就是你是写伫内底啦吼。伊读到高中毕业了后，等于日本读大学啦。所以即个中间，伊读5分系，伊就想要成做作家。伊知影伫台湾有一个台南的王导，真正名叫刘青云啦，就是讲大印象张老因丈人刘青云去日本留学，带日本某转来台湾。迄当时这足稀罕的啦吼。听讲正式户籍登记吼，伊是第一个啊。以前日本人甲台湾人带日本人要去登记，无一定会使哦。即个是第一个啦。伊真正其实是伫日本就结婚啦。到尾结婚，才带转来。小雪为着小雪，所以个写甲伊是私奔啦吼。写甲讲，因老爸老母无同意哦，就要走到遮来。这是因为小雪迄个剧情的问题。伊搁出来先，伊就出即个分2部，第一部就写夫妇因结婚了后来台湾，伊即个大家族内底迄个东西啊中间的问题，咱看日本人拢会即个家族内总会甲欺负啊是啥？因为伊是基督徒，作家本身嘛是基督徒，所以拢用上帝的听来解决遮个问题啦吼。所以即个小说写甲不止啊好。第2部伊个了后就是写亲子，因亲子就是乌鸦裤吼，爸母甲囝啦吼，甲囝儿，因个囝儿拢大汉啦吼，出来去读书，伊当时1940年代伫台南的故事啦吼，伊当时迄个家庭对囝的经营安怎吼，有一个嘛创忧郁症去要自杀是啥个？剧情写到遮个好看啦吼。了后，伊合作一本，可能我去问迄个张良杰教授，真理大学因为伊是日本的，伊对这足研究的嘛吼。伊这本册内底，这册写做安尼吼，我
10月11已经调来，讲无收着，啊，所以连你走去查看卖啊。跟传统大家看。啊，我着我给。你话这湖水，你看，来传一个看一下。伊有分两部啊，尾来先伊甲合作一部啦吼，啊中文版就分起伊这合订版，合订版就是有浓缩，超浓缩迄个第一部24%，第二部22%，平均超23%，差1/5去裁掉啦吼。啊，我是将原来吼，照原来来翻无浓缩的啦，尤其迄个有一本迄个。这个吼，这我去迄个王东基老师因咧社区大学去甲因分享这个时吼，伊一个人起来，如果有即本啦吼，啊，结果甲看的是我摕我迄个 copy 的好看，就是讲迄个以后出的好看。伊讲足奇怪，伊的即本是伫日本的门司港上存啦，啊，咱的佫做出来是带一个开始就家人落存啦，吼。啊，再我计讲伊中间有一个迄个死的，迄个事种啦吼，咱的册内底我讲过事种，就是即个作者伊伫日本读册时，伊要转来台湾看因父母的时阵，伫船顶拄着陈夫人转外家，我若要转来台湾啊。所以坐船迄当时啊，足久嘛吼，啊，迄个中间。伊即个陈夫人就将所有的故事搁较详细讲互听啦。哦，伊拄则讲迄个因小妹甲阮上张老娘同学，去当时已经就拢有知影遮个故事啦。啊，伊搁即个足厉害，就是讲伊写甲同原住民嘛有无？哦，甲原住民伊一个因以前迄个风俗就是拢会带细鱼嘛。哦，咱遮叫啥？小三六，是这个带细鱼嘛。所以即个哦，即摆了后，咱正式做出来遐尼水哦。哦，伊甲分做2部，因为足大本啦吼，你无浓缩的时足大本，所以分第1、第2啊合起来，哦，合作一套啦。哦，买买的时嘛是拢爱规套安尼。伊个作者的老爸，即个下骹这就是因老爸嘛吼。啊，伊小妹有写一本册，内底有记载，讲因老爸甲因老母拢真虔诚基督徒，吼。啊，老爸做医生管较无闲，礼拜六去即个。啊，但是因妈妈对教会拢有去奉献咯，所以伊拢写甲足清楚的。伊即个故事就是迄当时，日本就是台湾的青年若去日本留学转来。遮个拢有想要改革台湾的遮个太风俗啦，哦，就讲带细姨咯，啊，因为伊的主角本身是大囝吼，伊是基督徒，所以无带细姨，啊，下骹的小弟2个小弟拢有带细姨吼，啊，甚至带吼，啊，这伊拢想要甲改革啦，吼，伊当时伫台湾拢也是大家庭的即个制度嘛，吼。即摆我想，恁厝里有超过4个啦，像也是，甲你倒做哦有啦，3个，2个，哦差不多啦，愈来愈少啦吼。啊，咱以前是50个人做伙，啊，我的时代是差30个啦，阮兜差30个啦吼，你看起分配了太大啦，啊，迄我讲话遐大声，原因就是阮咧参政哦，参头讲，要叫人转来食饭，看到大。足大声！啊，即摆就是讲无共，阮民族啊风俗诶语言都无共吼，啊要安怎去应付啦吼，尤其是俗民甲非俗民吼。即个主角伊是日本读大学诶时阵，伊成绩足好诶，吼啊比伊足低落诶，结果转来台湾，去咧做伊诶点师啦，吼，去做伊诶点师哦，这就是伊安尼去啊就快去上班吼，遮问题。就是市民甲非市民咯，啊，基督教甲民间宗教吼，这是一个家庭较往嘛吼。咱在座较有人家庭基督教，有无？哦，较无啦吼。啊，迄个民间宗教中间，因迄款个风俗老文化吼。啊，尤其迄个东西啊吼，恁可能因为小家庭无即个东西啊问题哦。恁知东西啊啥物意思？
啊，知啦，啊，就是迄个兄弟的下晡时间哦，遐拢有一寡问题啦吼，所以拢会用去谣言咯。哦，这条写较足水哦，哦，伊个查某囝毋是原生，哦，人讲原生就是讲日本人来台湾生的囝嘛吼，啊，因老爸是原生啦，原生，迄电影有看啦，知影是。哦，迄种看到，阮即辈去看会感动咧，我感动到哦，你可能较无感受哦。你当时，即个，伊生出来因老爸是台湾人嘛，啊，因老母是日本人，啊，所以伫学校中间，人袂甲叫伊拢叫伊陈小姐，陈小姐，无要叫，普通日本名，囡仔拢会叫什么酱嘛，哦，小个酱也是啥个。啊，所以就感受就足歹，啊，就是既然伊就是讲无爱甲因老爸之间的这牵涉吼，甲一届伫道理，因老爸看因遐读册啊转来，啊足热的嘛，台南足热，有人住台南无？台南去台南较热吼，诶，啊足热时伊老爸想讲，看因仔囡仔，定讲叫因查某囝去食食饭，啊，顺带因爸妈袂当斗去，啊，叫伊要行我去的时阵，伊个查某囝赶紧避走无着。哦，伊无爱互人知影讲，因老爸台湾人，即个问题足严重。啊，但是这一切拢我都迄小说内底就是讲有遮解决咯。最后伊讲听，早我都解决一切哦。我要找迄个OK， 这中文版哦，中文版有3间公司出，拢无改啦。第一个是拄仔出来文英堂，1999年的时候，上国平迄个，伊叫单位人遮个名。啊，第二个人甲出咯，即个九哥就有名哦，伊毋但甲出，佫甲改册名，假台湾人的日本女子啦吼。这单位我讲我听伊讲吼，哇，有人遐尼快个看这共改名吼，共改这个。啊，即个2012年。文景出版社，即我朋友社长啦，啊伊出的时阵我看着嘛吼，啊遮了摆，啊我甲看内容看有解无，结果拢共款。伊较大的问题，中文版伊要写台湾故事上大的问题就是迄个语言啦，吼，伊是讲因囝生日的时阵买七道米啊，买日转啊，买一个鱼的迄个乌龙药转来的时候，啊老爸就讲这叫盐哦，啊老母讲这无苦哦，啊伊个盐中文写袂出来啦，你知盐伊安怎写？你敢知？盐哦，用煲，啊你若读起来变做盐，你这边盐吗？盐啊，哦，好盐啊，伊无的音嘛，你知影嘛吼？所以伊甲伊个统治者讲啥物？同文同族，遐拢变来个，无晓。读这个台湾语面就足侪音面无，是写伊嘛拢无嘛。所以我早是讲，来用台湾的小说，就来用台语来写啦。好，这个教育就来写了。其实10年前我就开始玩的啦。10年前迄当时我发个调有台语新闻嘛，拄开始弄球嘛。啊，当时有一个运动建议书啦。伊到目17岁啊，啊日本我拜托伊甲我教看对毋对，我足真清楚个。第一步，了后伊目睭无好，啊伊就停掉，我就停起来。停到2年外前的时阵，即个台湾历史馆要出即个外省长老的文集，就所有迄个教会书的，拢要甲定新，排版定新出来，其实水个。啊，我甲即个实在我要来看的时阵，我见来，伊内底上大的问题哦，伊拢用汉字，伊是讲日本汉字哦，啊直接甲用过来就对啦。啊，迄个黄玉燕是叶兆图叫伊翻，迄当时足有名的翻译日文翻译，你毋知知无？黄玉燕，黄玉燕。啊，我看了，我有小可比较嘛吼。啊，甲看了，我查某囝一定是叫学生甲翻啦，爱出名。啊，是讲伊即摆因迄个暑假去
去研究去出外去出国，吼，啊有就去透嘛吼，啊这个伊出去咯，学生同学做伊个经师，哦要走啊出去行是，啊伊开始写日记，写女主角，哦，这单位开始写日记，伊讲伊实在意思是讲丈夫。幼妇啊吼，日本的幼妇，恁知有人读过日文无？幼妇就是身体真好嘛，来幼妇就是无问题的嘛。哦，讲幼妇老为你，哦，啊其实讲伊身体较袂记的意思，爱加翻点做平安无事啦。所以这问题不只济，啊所以当时迄个大陆会主办的迄个研讨会，迄个刘美珍，我甲伊写去这一个论文。就写讲网络版，就是我台语版的网络版，甲伊遮的对照啦，吼，伊画出足细啦，啊真可笑啊！伊3间甲出，到尾啊伊嘛讲啪，这样安尼哦，我这看伊无的我摇头啊。anyway， 即摆就是咱台语版已经出来，到10点，大问题吼，共款。我其实我嘛是较注重即个台语啦吼，啊，落尾渐有这个文学出来吼，我才开始读即个文学。啊，其实即个若好的小说哦，会当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啦，吼。因为你读小说的时，你当然敢若讲内底是你嘛吼，敢若是其他安尼嘛，吼。而且认同的问题吼，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日本人，安尼讲起来，我毋是台湾人，嘛毋是日本人。哦，这足大的常见，伫日本小说内底。啊，即咱是台湾现状，就是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嘛有即款的嘛吼。安尼讲起来，我毋是台湾人，嘛毋是中国人。啊，即款台湾人伊连去美国共阮有这个，啊，我是台湾人，嘛是美国人。啊，安尼讲起来，我毋是台湾人，嘛毋是美国人。安尼讲起来，恁拢讲恁是啥物人？啊？啊？台湾来野手，啊无，有两种诶，嘛是中国来有无？因为即个文建出版社迄个社长伊太太是外省诶，所以伊特别感触即个，哦，所以即本册内底伊有写一个豆腐吼，图读内底是写，伊感触足深诶。哦，伊咧写囡仔到底咧耍诶时哦，因为伊就迄个囡仔时代咧耍诶遐个话吼，迄个互相就是讲无了解时就引起冲突啦，这嘛是情况。不要讲到歧视。啊，过来你追求人生的幸福，这我写得较清楚。啊，伊即对夫妇去日本带本某转来时，伊心内一般人讲，心内一直拢感觉讲，你来台湾会幸福啊，袂幸福啦吼。为着这幸福的问题哦，有写日记，日记本来是讲写到伊无伫内心嘛，会出国的时候，人出国的时候写，是讲。足实在安尼写啦吼，因小因翁的小弟因小姐啊，吼，安怎伫家家己算啊写个，是讲这人看着歹势，就要抬价，就要想想我既然写到咧，就更唱到迄个叫唱词哦，唱词我遗词啦，唱遗词落尾去互因查某囝摕出来就对啦吼，因查某囝伊嘛一直咧追求幸福的人生嘛。两母仔囝中间遐会注意个，写了真好个。OK， 有问题无？有安尼讲起来有想要读个，请举手。有无？我安尼细个讲，尤其是台北迄个吴国忠迄个台语班哦，伊想讲早20本去了，结果4、50人来，吼，伊真诶无解，无摆要用行。有影你若真正想要读小说，这个是100%台语的，这是台南的故事。我有请迄个陈显国，你知无？陈显国，伊台南人嘛，伊只我在台南人过来斗阵，
所以我就讲拜托伊读，伊读一摆了，到对，到对，我讲你著甲到对，我较大眼睛。到对了，伊感觉伊也袂使，伊到对2遍。所以伫台北迄场的时，伊伫台北吼，有去你讲遮个代志是，好吐咧口咧啦，是落来这吼。过来就是讲即个，咱是用汉罗版写。拄则讲即个汉罗版，汉罗版其实我有个所在，我有一个所在有去讲起，这其实是王玉德主张啦。王玉德去日本伫台语言啦嘛，伊主张讲台语汉字无够台语哦，吼，你一定爱就是文安尼爱插罗马字啦。罗马字嘛是咱信仰祖先留落来啊，所以咱台语有罗马字甲汉字汉的啦，叫做伊主张啦。啥物人地两位教授，伊提倡啦，提倡。地两位教授因小弟地两方加实行啦，伊甲发行迄个台湾通信啦。我伫讲认准了咧，招大家来，招大家来用啦。即摆就是讲，即个文字要出册，一定爱用大家通用的啦。所以阮用台湾即摆上普遍的台语腔口倒位，你敢知？教育部有去调查，结果迄个是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口。以前厦门话遐腔口以前因足用的吼，但是即摆含厦门人嘛，我讲厦门话啦，讲我讲袂起来吼。所以咱台语是咱中南部的属者的人才个是。属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口，才个是。也较悬的，我知啊，我毋是，恁拢台北人，敢是？你知我意思无？就是你住伫倒位的，你住伫倒位，恁爸母一定互你兴趣嘛。住台中的才个是，对有啊，住南部的才个是，对啊。所以你这读起来足爽快，袂是讲迄个圣经啊，以前啥物有夹，我夹你吼，迄夹。迄是两个合做伙作夹啊！我教你演的时阵讲夹，所以恁遮大家反正拢用夹，你读起来足爽快。做人袂讲做人哈，即个语言原来有啦吼。阮遮咧，阮是正讲有一个团队去做遮个代志，阮波士顿吼，你另外去查的时，阮有成立一个叫做台语进步社。美国的波士顿。波士顿吼，我几啊遐定。我常常想讲，要甲刷转来台湾变台语进步党，每一党的人请甲手，无人要入台语进步党，大家来为着咱的母语拍拼啦。好，有无？问题无？来，我来介绍介绍。你讲讲倒位啊？这个单位是要倒位。我讲哦，咱遮尾爱哦，你通看偌济啦，你使用足遐的6折啦。所以一个500块，500块，就一个300块的。过来讲起来，我毋是你卖册哦，我甲讲，迄个广播社我代替伊讲啦吼。迄册第2部的后壁遐有一个，我袂记讲。册后壁你册你甲翻出来，看后壁第2部的。后壁遐，你甲开出来看，就是来你念大家听看嘛，念个清楚哦，大家注意听，这是有字通看的哦。用甲陈夫人同款的汉罗台语文体投稿1000到1500字的读后感，互台湾教会公布。受采用刊登者。除了应得的稿费以外，伫出版日起的1年内，2019年12月31号进前，后果应由主办单位选取杰出作品头3名来颁发奖状甲奖金。继续甲你出出来哩个。以前有奖金啦，甲奖状啦，都投稿就有稿费啦。所以有我哋遮两位来钱来对啊，你难看就是领导。用甲陈夫人同款的
汉罗台语文体发表伫台语文研讨会学术性5000字以上的论文者，通用该学术性论文集。伫5年内，2023年12月31号之前，向主办单位申请奖励。第三，计划用陈夫人做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者，伫5年内，2023年12月31號之前，通提出計劃書向主辦單位申請獎助。好，多謝。要寫論文啊，吼，要寫新店，拢有獎金就对啊，吼，所以袂歹。所以講，伊那位講你安尼指揮漂亮，差大高爾，你迄個股費哦，股費就是趁轉來啦。你若投股費甲伊用哦，你內底有詳細寫啦，詳細寫。啊，最後恁若要研究學術的論文哦，阮會鼓勵啦，特別鼓勵哦。這就是有一群人感覺講，咱台灣人是世界上迄個母語的迄個文盲率上懸的啦。你看台人，我會曉講，會曉講台語，會曉讀台語，就是講會曉台語。其實這是自然會曉的母語，你會讀甲寫一定愛學啦。哦，像美國囡仔共款哦，ABC 啊，敢毋是？你無學 ABC， 敢袂曉讀寫？啊，台灣人足奇怪，所以阮即摆即個運動主要就是鼓勵大家讀寫。哦，安尼才有效，台語才傳的落。甲咱國家傳落去，甲咱原住民的話，共款一直攏直實落去啦。哦，希望大家會當共同來拍拼吼。啊，阮即擺開始在要募款，要來做即個基金，無愈濟錢，迄獎金會愈懸啦。啊，希望大家來倒吼。啊，所以咱若要買，你才統計發幾本，啊，用6節的介紹來吼，啊，用這個新聞，哦，啊，咱大家若總會當來讀吼。啊，有讀冊話，哦，啊，即擺就台灣內底有讀冊話，拢獎勵伊嘛，哦，我會送伊10本，哦，啊，開始要讀安尼啦，啊，即擺已經不止啊，是經要讀啦，好，啊，即個有問題，有獎金的有問題，哦，大家來拍拼哦。伊即個台灣教育廣播社攏有一個台文世界嘛吼，伊攏有迄個股位無人嘛，啊，有买啊吼，就是講會當伫咱的網站開一個來登，哦，開一個來登記，啊，若有要買要寫的吼，迄個大家講留話嘛，啊，留話加一後，看偌濟啊，收會做好1.6嘛，哦，啊，若要寫論文，寫的會當摕來我先改，是阮的老師先改，啊，改然後去留過，啊，有漢羅哦，伊頭有指點講愛有漢羅啊，吼，啊，就會當摕獎金啊，吼，好啦。我拄才講過教會書的台語版，伊本來是用伊90歲歲啊，都是喺內迄上叫90歲歲，啊伊以前寫你就知影迄當時伊是讀日文的嘛吼，啊後來甲要變做中華民國語哦，嘛是有少有困難啦吼，啊寫起來加減嘛了讀通，啊阮是感覺講伊內底就是講台語甲我去安尼南地安尼哦，迄台語迄個字源真重啦。啊，即擺因為迄個喺伊個網站 youngline.com 吼，伊是以前有出過5本啦，吼，教育廣播社，伊將台灣的歷史一個人歷史短啊，吼，抄1000字安尼，甲寫一篇，一篇，一篇內底有差不多，一本有1100篇啦。外影上顶落咧，拄仔一開始咱就放一個 VCR 咧講話迄個話，迄個就是外影上頂落啦。即擺住佇某說，伊是台灣民主運動內底嘛是重要的一個角色。哦，啊，伊就甲我講，啊，你這太干啊教會，就嘛是啊，我學的是無教育部的，啊是安怎背迄下當用的。我講一個你入門，你就可能我帶你講你啊詳細看，哦，你還是無着門嘛。哦，你是教育部，你就所有攏教育部。啊，其實即個兩個中間的關係差10%啦吼。啊，因話改了袂歹，話改了嘛小可怪怪吼。啊，主要迄個我一點是用啦吼。你等於寫看覓，
利用教育部的啥讲诶，规个拢学啦，你老全拢学。伊教育部其实伊开始叫做台湾罗马拼音方案，伊是要拼音，要来注汉字啦，吼，这是就是讲教育部伊即个原则。所以安怎来演习？伊就要讲无啦，我嘛要做文字。我讲你这人甲讲的哦，伊讲考台语的迄个认证，你去考教育部的，考罗马字甲考10分，10%，10分。所以你罗马字袂晓，共款会当90分啦。哦，啊来，你照讲，你爱50%罗马字50%，汉字才对啊。哦，啊，你是安怎呢？即落来证明伊家己本身就是要拼音用的，你袂晓嘛，无要紧，迄款的心态啦吼。我是感觉无啥好啦。咱的语言的语音是有声开始嘛，有声开始，你有迄个罗马字，就是要甲你的声一个符号来代表你的发声嘛。哦，啊，即款的上基本的。全世界可能有100个国家拢用罗马字啊，哦，像土耳其阿拉伯文字嘛，拢用罗马字啊嘛，哦，这是大家通用的。啊，你是安怎一定就叫咱台湾的咱的后代囡仔一定就爱学汉字，啥物原因？因为伊受过汉字的苦，我爱互你困嘛，吼，你嘛共款来受苦，即款的心态嘛足歹嘛，哦，你可能敢知以前做大家的烦足大是啥物原因？哦，新妇入来了后，哦，伊袂晓起火，袂晓起灶，拢要大家甲教，伊嘛毋敢教，伊就七顿饭就煮袂出来。所以有迄款的方面哦，我是个人是感觉讲有讲太好吼。咱大家拢是即摆已经少年人，已经有思考能力啊吼，咱来判断，吼，到底是爱安怎行较好啦吼。上好是照原来的即个白话字啊，啊白话字的方面足济呢。哦，以前的教育公布1895年开始，一直到1967年，叫国民党禁止用台湾罗马字啊，啊说台语要甲你压落来，我即讲无解好吼。后来恁要爱为对一个字会较好，恁算你甲我讲，我即摆啊？无啦，恁较习惯啊。啊，我讲了后，恁就渐渐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吼。你真正要写文字，上好是用罗马字。啊，其实教育部有一个叫做传统版啦，爱甲你挂一个传统版，伊毋用啦。传统版就是乌搁一点，啊，天工影字上标啦，迄叫传统版。啊，你若看卖因怎你用的就拢变参加嘛，我读讲嘛，我甲你讲啊，吼，这就是因恁当时的心态，我毋知影啦吼。OK， 好来。安尼就照我的习惯啦吼，吼。以前台语新闻来网站。台新闻网站，咱有3抓嘛吼，中即抓拢是台语工具啦，台语的工具嘛吼。啊，第一个就是数字法嘛，敢有人无得用？拢有啦。这不是手机爱用的哦，这个数字法是电脑用的。电脑用的。用电脑来用这个数字法啦，啊手机还有另外。手机啊，迄袂当自定输入啦。自定输入是足紧个来吼，我听你讲会足紧哦。迄 Facebook 看人在喵，掉足久的，人家拢试就解决啦。就是你定用的词会当自定输入啦。哦，这我就是我想，我即摆主要要讲就是讲，迄个华语，因为迄个教会书的是伊用华语写的嘛。啊，咱要哪改做台语啦吼？即个下骹，你甲下骹有一个台语专网工具离线作业版，即个哦，你甲download落来你的电脑，吼。我即个华语版台语的。对，有这拢伫内底，所有工具拢伫内底。只有一个离线作业版，啊，面顶有一个华台专网工具，啥个遐种线上。用咧用。嘿，迄线上的吼。啊，线顶的，因为迄个书库你若无update吼，迄个用的人毋是讲介济，所以我拢毋捌去update啦。所以你著爱用离线作业版了后，你甲我讲你有伫用，我甲我最新的书库你啦，你安尼才会解决吼。因为我本身嘛足无闲啊，所以即马 Make 嘛有啊
有一个make班，哦，有一个人讲我 make 的，吼，啊，就随时该 make 好吼。所以这离线作业版你甲download落来吼，伊就是做明到 DWCD 这个吼，啊download落来就是会使用啊。这我已经伫我的内底啊吼，书库内底，啊，恁的即摆主要就是讲迄个书库，恁若有想要做这工课啊，我鼓励你就会当用啊吼。像讲教会思维内底超95%转的过，哦，啊转袂过就是讲我们伊拢该烂甲乱，甲乱，你爱去选，我们啦一寡遐吼，啊是讲好 OK。哦，你像你华语打个了，你啊全部转换，哦，下口就改做台语啊，你看卖啊？看卖看有无？这以前因为无 Unicode， 所以阮拢用数字条哦。但是恁只新download的版本有 Unicode， 你会使直接拍的，啊，所以就毋免爱搁甲迄个数字条去改做台语啦。哦，改做迄个 Unicode 啦，哦，啊当然啊蔡老师迄个足好用 ，Word 面顶会使吼，啊信用嘛就爱搁去网络直接去转啦，啊你即摆你新的书库你用 Unicode 用调符，伊就会调符出来啦嘿。OK， 安尼有先台语无？所以即摆就是讲，迄个为着要。阮台语信望来开始做的时，拄啊中山也台语的啦，所以遐学生仔拢来讲读啦，工读啦吼，啊拢有以前是1点钟要100块俩，即阵来100块拢无，吼，啊所以因沿路做，伊的台语就沿路进步，尤其客语信望来，迄个老美经理嘛是安尼做甲进步吼，啊做客语信望来做圣经做甲必须咧，吼，即话做较倒来的代志啦吼，所以讲。迄个信兰老师，即摆就伫招咱有想要爱做的人，这算公平嘛，也是爱负责的嘛，OK 无？吼，啊以前会安尼做，就是地灵跟迄个先生哦，伊甲我讲，你就爱去学台语的学生啊，讲你学台语有钱赚，吼，所以迄个台语伫中山的时阵，这是第一个台语的这个。阮面顶较侪物件，包括阮的老师，你以前叫我斗时啊，迄拢遐个工头先斗做起来。啊，你甲教，啊伊就学，伊就做，啊做就是会晓啊。所以希望咱讲学以致用哦，啊会当来做这工课，啊佫有钱好赚，啊佫会进步啦吼。OK， 这工课内底足侪，恁家己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有问题咱就后一再讲。好，多谢。